天利玉屏為澳門家居空間量身訂造。今日同大家介紹玉屏設計嘅空間魔法師三聯動趟門。咩係三聯動？傳統玉屏趟門開一邊擋一邊，永遠唔夠位。天利三聯動將三線玻璃門用精密聯動系統整合，拉開其中一線，另外兩線同步順滑搭起，一個動作就打開2/3超闊門口，空間瞬間鬆綁。澳門浴室普遍狹窄，三聯動最啱用。開門時玻璃門完全踏入側邊，幾乎唔佔正側面空間。無論係乾濕分區緊湊，想擺放大浴缸，定係清潔搬動物品，照顧長者小朋友，超寬開口都令出入輕鬆又安全，體驗同傳統玉屏差好遠。關上之後，3條幼細垂直線條比傳統雙門更有設計感，令浴室視覺更通透，透出現代酒店嘅高雅格調。靚設計離唔開精工，加厚防爆玻璃加精磨邊緣，頂底雙續成不鏽鋼滑輪靜音順暢，專利防漏膠條真正滴水不漏。我哋仲提供上門精準測量，確保每套玉屏同你間浴室夾到實一實。空間嘅智慧在於靈活變通，天利三聯動玉屏將有限空間化為無限可能，為你同屋企人帶來更舒適、安全、有品質嘅沐浴體驗。